所以今天呢，日本10位学者来高雄采访，来拜访，我就提早到，因为我怕到时候让拜访的学者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为求谨慎，为了求谨慎，那我要在这里特别要报告，日本这些学者完全没有迟到，这一点最重要，他们是很守时的。走，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正在赶行程，听说今天日本学者来高雄访问，造成了一些误会，引起轩然大波，我吓了一跳，我就整个了解了整个情况之后，要向大家再提出一下报告。大概在10天之前，日本中央的国会议员加上地方的40位到50位的地方议员，50位议员来高雄市政府拜访。当天因为在高雄大树佛光山有2000多位海内外的佛教徒到了佛光山，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去跟这些2000多位讲讲话，我就赶过去，然后再赶回到高雄市政府跟日本议员参访团来见面，迟到了25分钟。结果有心人士就一直讲，日本人最准时，韩国瑜为什么要迟到？所以今天呢，日本10位学者来高雄采访，来拜访，我就提早到，因为我怕到时候让拜访的学者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为求谨慎，为了求谨慎，那我要在这里特别要报告，日本这些学者完全没有迟到，这一点最重要，他们是很守时的。第二，我们通知的联络地点，我们在4维办公室，但是通知人家在凤山办公室，所以日本学者跑到凤山办公室去，发现地点转换，所以他们又搭了计程车再赶过来，所以日本学者我完全没有迟到之外，我还对他们有一点不好意思啊。第三，这次都是两岸专家这些学者，他们这趟来高雄，事实上大家聊天交流的很愉快，都敞开自己的胸怀，把问题都讲出来。那借着这样的一个交流，我个人觉得是对双方是有帮助的。第四，希望这一次的小插曲不要造成彼此心中，尤其是日方的学者心里面觉得不愉快，这样子我个人就很不好意思了。所以我要再重申一遍，日本学者完全没有迟到。第二，交流非常的好，希望第三，将来有继续交流的机会。那么在这里要特别向各位好朋友来报告一下，那请大家能够了解，千万不要误会日本学者。那高雄市政府这边所有海内外来的贵宾，所有的观光客、投资客来到高雄，我相信我们都是热情欢迎的，期待大家多来高雄，祝福大家周末开心，阖家平安美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